国过选举消息来关心高丽菜。高丽菜即马大出，云林县北港镇有农友将较歹摕去传统菜市也卖，一粒敢若卖15块。因为这个果菜市场1公斤的拍卖价销嘛要20块，所以讲有真侪乡亲受伤买，规千粒高丽菜一早起都卖了去啊。大货车的车道，规台车拢是上青现满的高丽菜。民众围伫货车边仔捡高丽菜，每一个人拢冒几啊粒的付钱，甚至有人骑奥多摆直接载8粒，因为这高丽菜一粒只要15块。一粒60。60啊，安尼有俗无？有啦，了拢上中买起来拢几百块。我买8粒啊。8粒啊，要搁再3颗哦。嗨，朋友寄付的。高丽菜俗俗卖，民众小钱要来买，这高丽菜拢是秋天挑一批收成的。云林北港有农民甲卖上较歹的，摕去传统市场卖，每一粒只要15块，去民众小钱来买。应该这个是早的菜啦，现在还没有很多人在砍啊。刚好是跟山上的交接啦，平地跟高山的一个重叠的时间，那量会有比较多的状况。那目前都还算稳定。拄进入秋天，本地高丽菜开始采收，高山的嘛拢开始运落山来卖。互本地秋天高丽菜价销卖个贵松松，而且和顶礼拜果菜市场的拍卖价，高丽菜一粒怪40块比起来，阁俗一半，嘛变做袂少民众介意的好选择。